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的母只明白我的声。伊是大母者，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母者，保守我生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好早。咱今日要继续耶利米书第8章的讲读。今日早起，咱要来请李主长老带咱做开始的祈祷。听听阮的特别上帝，阮是你的羊群，明白你的声，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你，听主的话，是何等美好的事。求主帮助阮，听搁将上主的听行出来，互听的得到快乐。互行出来得到帮助，求圣神引带阮的脚步，保守阮以下时间，互阮专心来听，祈祷靠主的名，阿门。阿门。咱从伫耶利米书第6章来看见上帝通过对耶利米的北国到南国的信息，特别是遮还未灭国，也有机会悔改的南国犹大，因无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是愈来愈具体，互因看到，毋是即个对北方来的遮的毁灭，甚至来到耶路撒冷的门口，甚至来到伫因的城内，因为因无爱听，因的耳孔无受割礼，因无超找上帝的旨意甲公义，直到因无去受到过去遮的教示，然后因就爱伫上帝的教示中间，重新搁再开始哦。耶利米书，咱的对第2章读到第6章，是伫即个约西亚做王的时期哦。今日要进入第7章到第10章，是即个约西亚伊的一个囝，较大汉的囝约雅敬，伊的即个做王的时期。所以对第6章到对第2章到第7章啊，即个中间差不多咱要20年左右啊。对耶利米，伊18岁左右来做先知，一直到20年以后，大约是要40岁36岁到40岁左右。这个约西亚伊传予约哈书，总是约哈书，去埃及废掉了后，搁设这个约雅敬哦。所以这个约雅敬，伊伫这个政治的倾向顶悬，伊是应该是爱来配合埃及，但是这个约雅敬呢，伊去互法老立做犹大王，将以利亚敬改做约雅敬，伫耶路撒冷做王是11年久的时间，但是尾仔呢，伊起来降服伫这个巴比伦哦。但是所以伊伫这个政治倾向哦，就是墙头草两面倒，拢无来听上帝，一下要听南方的这个埃及，一下要听北边来的这个巴比伦，但是伊嘛是因为无听巴比伦的这个无照伊的所无忠心，所以受掠到去到伫巴比伦，然后则伊的囝约雅敬起来做王。所以约雅敬的时期就是开始3摆的耶路撒冷受掠第一批但以理，就是伫这个约雅敬以利亚敬做王的时期第一批受掠去到伫巴比伦。咱今日要看的第7章是还未受掠进入，大概就是约雅敬迄个巴比伦准备要攻打礼拜的时阵，上帝爱耶利米去到伫圣殿来讲道。但是因拢将圣殿当作是一个避难所，阮踮伫圣殿，阮有教会，阮有即个耶和华的遮个祭司，遮个献遮个祭物，阮就平安无事啊。但是无考虑到家己安怎样需要悔改改变然后对上帝话是搁较青分啊，毋知影上帝爱啥物，加照规矩做礼拜，但是无好好来读上帝话所献的呢，拢献甲
走进去啊，毋是上帝所爱。所以耶利米伫遮呼吁遮个犹大人就爱来办丧事啊，因为因呢已经即个毁灭已经开始啊，就爱受拍远哦，受更较严格遮个制裁哦，因为上帝的受气已经满出来，所以就是咱今日要看的即个第7章的部分。咱就来读看今日的一段圣经，对第7章到第8章的第30。大先请李主长老带咱来读对第7章耶利米书第7章对第1节读到第7节1到7节。好，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你就去徛伫上主圣殿的门口，宣讲遮个话。所有入来敬拜上主的犹大人，就注意听上主的话。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就改正恁的言行举止，安尼我就互恁住伫即块土地。毋通相信遐个白贼话讲，这是上主的殿，这是上主的殿，上主的殿伫遮安全啦。恁若实在改正言行举止，伫人甲人的中间实行公平正直，无欺压寄居的出外人、孤儿、寡妇，无伫遮个所在无害无辜的人，无拜别的神灵，甲家己掠祸端，我就要互恁永远住伫我赐互恁的祖先徛起的即个所在。多谢。伫第2章到第6章，上帝要爱耶利米去大街小巷，去伫耶路撒冷的城内城外，特别是伫巷仔路，来甲遮个人民宣布遮个上帝要毁灭审判的信息。但是迄是伫约西亚王的时期啊，可能伊无到伫即个祭司，无到伫即个圣殿嘛，无到伫王宫，而且迄阵耶利米还未开始来登基。但是即马到约雅敬做王，就是代表约西亚王死啊，然后约西亚的第2个囝嘛死啊，即马看约雅敬，就是即个阿兄起来做王的时阵呢，上帝爱耶利米去到伫圣殿啊，所以即时耶利米已经有36岁左右，36岁左右，就爱去圣殿的门口，来食遐个人宣讲，所以伫圣殿拢是啥物人呢？拢是有信用，拢是来敬上帝，拢是服侍上帝，甚至是甲伊的做同事，因为耶利米伊是祭司的伊嘛是祭司的身份啦。这个时阵，伊照理讲就是应该爱伫圣殿内面来工作，但是上帝爱伫遮讲道，遐讲道的内容呢，就是第3节遮所讲的，上帝讲，恁就要改正言行举止，上帝就互因住伫即块土地哦。改正啥物呢？因拢讲遐个白贼话，这是上主的殿，上主的殿，上主的殿，讲3摆啊。讲2摆就是已经是即个强调的意思，讲3摆就是最高级。意思讲，因拢咧强调夸口，这就是所罗门即个大卫的囝所起起来圣殿。有即个圣殿就当甲阮保庇啊。阮需要圣殿，阮无需要上帝。即个圣殿就是维持伊的功能。即个圣殿就是互伊会当继续来运作，上帝有伫遮无伫遮，毋是重点，只要阮看到即个圣殿就好啊。总是呢，上帝讲，因的行为呢，拢偏差去。上帝佫讲，若实在改正遮个言行举止，人甲人中间实行公平正义，无欺压遮个寄居的出外人、孤儿寡妇，无伫即所在无害无辜的人，拜别的神明，无甲家己惹祸端，安尼上帝就要照因遮个对做的遮个应允啊，互因继续徛起伫即个所在。所以表示讲有比即个圣殿佫较要紧的代志，因无去注意，应该满足即个圣殿的功能，来满足即个看会到，但是呢，迄个看袂到的，因拢无去强调。好，咱继续看，啥物是看袂到的呢？对第8节到15节，我请李主长老带咱来读。恁看，恁既然相信遮无路用的白贼话，恁若会用即头摕无害奸淫酒假蛇，甲巴力烧香去对恁毋捌的神明，过来即间奉我的名起的圣殿敬拜我，讲阮有救啦，通继续去做遐个可恶的事，
即间奉我名起的圣殿，恁甲因看做土匪仔窟是无？恁着知，恁伫遐，恁咧做啥？我拢有看着。上主安尼讲，恁去示罗看觅咧。古早我伫遐设咧敬拜我的所在，毋过恁着去看，我因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罪恶，安怎对付迄个所在？现在恁做遮的代志，我一再甲恁劝诫，恁毋过恁拢毋听，甲恁叫，恁嘛毋应，所以我要亲像对付示罗安尼毁坏即间恁所倚靠奉我名起的圣殿，以及即块我赐互恁甲恁祖先的土地。我嘛要甲恁对我面前赶走，亲像以前我将恁的亲族以法莲的后代赶走相款。好，伫亚利米的讲，伫即个圣殿的讲道的中间啊，会当讲对第1集到第15集，这是头一篇，总是这篇的讲座篇咧，嘛有可能到规章，今日咱读的这段第8章的第3集，规篇拢是亚利米伫圣殿的讲道篇啊，这个讲道篇的内容就是因伫即个10条戒中间，偷摕啦、无害啦、奸淫啦、假酒抓啦、甲巴力烧香啊，10条戒内面就犯掉6条啊，所以根本就是敢想讲，因为伫圣殿就好，其他拢是免死金牌，其实毋是安尼。因足有信心呢，但是即个信心的对象是圣殿，但是毋是上帝。因足有信心呢，但是因即个信心呢，所行出来行为呢，甲即个信心完全无共款。所以拢有这这个圣殿是奉上帝名所起的圣殿，和合本翻做这称为我名下的殿。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对所罗门一开始要献这个殿，伊甲上帝祈祷，然后上帝回应所罗门的祈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上帝看重的嘛，毋是这个圣殿，上帝看重是这个子民，但是因呢看重的是只有这个圣殿，无看重这个上帝，竟然佫甲圣殿变做土匪仔窟，所以咱嘛看到马太福音耶稣来拼这个圣殿，因为这个圣殿将敬拜上帝所在变做买卖，然后呢赚大钱发大财的所在因拢当作上帝无在看。上帝讲，恁就去看示罗啊，示罗是较早伫北国以色列，甚至伫即个撒母耳的时代，就是一个敬拜的所在。迄个敬拜所在，为什么上帝甲伊毁掉啊？尾也是互非利士人甲伊毁掉毁坏啊？为什么呢？因为因就是伫迄个敬拜上帝所在，无好好敬拜上帝，只有看重外表。行为无注重内心，无注重对上帝敬虔的心，所以迄个所在即马拢无去啊。但是因犹原无得到教示啊，所以恁做代志，我一再甲恁考劝，毋过拢毋听叫嘛毋应啊。所以因的耳孔拢塌掉的，有用目睭看嘛无看的，这是章第6章所讲的。所以上帝要亲像对付示罗安尼来毁坏即个殿，上帝要做真伊无愿意做的代志。毁坏圣殿，就是甲咧拆教会，甲就是咧毁坏，即将礼拜殿甲伊创害去啊！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但是上帝为着要来唤醒这个上帝子民，伊犹原坚持要安尼做，所以要将对恁甲这犹大耶路撒冷的人，圣殿内面这祭司、这利未人。对上帝面前赶走，亲像以前上帝将这个亲族，就是北国这以法莲、玛拿西来到伫示罗敬拜人赶走相款哦。所以上帝话已经讲到足明啊，但是有听入去的人到底有几个呢？咱继续来看，这个人民因到底活伫什么款的背景的中间？咱继续来读这个对16节，来到26节16到26节。你毋免为着即个人民祈祷，毋免为着因大声哀求，万免替伊对我恳求，因为我拢无要听。你敢无看到因伫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在创什么？
囡仔抾茶，老爸行火，老母炒面粉做饼，献互天后。搁甲别个神明献奠酒祭，挑工了我受气。上主讲，其实因毋是伤害着我，是伤害家己，害家己见笑。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我得将我猛烈的受气，摒伫即个所在的自然甲动物身上，以及田野的树木甲土地的出产。我的受气会亲像大火得到无人拍的花。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献祭的时，做恁将烧化祭的肉掺做伙食去。我带恁的祖先出埃及的时，我毋捌对因提起烧化祭甲其他的祭祀，嘛毋捌命令因着安尼做。我干那甲因命令这个事，恁着听我的话，行我所命令恁的路。我就要做恁的上帝，恁做我的子民，通互恁事事顺利。毋过因毋听叹，毋注意听我的话，反倒照因邪恶的心固执背叛我。若无改善，颠倒搁较歹。对恁的祖先出埃及到今仔日，我一再派我的仆人先知去因遐，毋过因犹原毋听，毋注意听我的话，颠倒硬心固执，比因的列祖做搁较歹的事。好，多谢。拄则讲的这个喜乐已经加对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了。好，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好，这个以利甲撒母耳的时阵，好时代，好，这个以利要做这些的时阵，约柜就去非利士人抢去啊。迄个约柜离开示罗，离开以后，吼，就毋捌搁转去啊。所以喜乐就失去伊的上帝甲同在光彩。代表上帝因跟离开啊，所以迄个以利，迄个这是以利咧，伊听到约柜向抢去啊，伊就昏落去哭着头壳，然后就死啊。伊知影上帝因跟离开啊，但是呢，这人民呢，煞袂记哩这个代志，袂记哩这个假事，所以16节，上帝对亚利米讲：你毋免无毋通无。就是禁止袂使为这人民祈祷，毋免为因大声哀求，毋免替因代祷，因为上帝讲伊拢无要听。你看犹大城耶路撒冷的街路已经伫亚利米18岁就开始传讲啊，安尼传讲落去将近要20年啊，因有在做啥物？伫遮所看到囡仔抾茶，老爸兄火，老母炒面粉做饼。但是呢，毋是来敬拜上帝，是要献互天后啊！天后就是巴力的母啊，就是来献互别族外国的神明来惹上帝生气。所以上帝讲，这是互因家己见笑，最后带来因家己的灾祸啊！所以大街小巷、全耶路撒冷的城，大家真同心合意。但是不是敬拜上帝，是全程同心合意在敬拜偶像，所以上帝的火就倒起来啊！这个火倒起来，就无要搁拍花。所以因对上帝，这个圣殿讲，因就是属灵的淫乱，拢讲这个圣殿偌好偌安全偌平安。但是呢，因的心呢，拢在追求这个世间呢，追求这个当互因会当赚大钱，会当来发大财啊，互因会当升官然后会当人生会当赚真侪这神明绝无爱照上帝公道来行。所以上帝讲，伊要将伊受气摒伫这个土地全地。上帝讲，因遮的献祭呢、烧祭呢，拢摕去食啦，因为这是对祭司讲的。这个燔祭呢，就是这个烧祭呢，是来将这祭物烧到变做灰啊，袂当存，袂当留，这是拢完全归乎上帝。但是上帝讲，这烧祭、这燔祭呢，恁规气拢摕去，恁就是当然讲祭司啊，恁规气拢摕去啊，因为恁烧到出、烧到灰嘛无效，无路因。伫过去
上帝安怎甲摩西吩咐，伫即个出埃及记到申命记的中间，特别是即个23节讲的，恁着听我的话，行我的命令，行我所命令恁的路，我就要做恁的上帝，恁着做我的子民，互恁事事顺利啊！听上帝的，行上帝的路，听上帝的话，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伫即个申命记的第10章，上帝嘛安尼讲，以色列人啊，爱留心听上主，恁上帝对你的要求，就要敬畏上主，恁的上帝，遵行伊一切诫命，爱一心一意，专心专情来服侍伊啊！这是上帝伊所要求的，就是爱来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毋是只有看外表做这个规矩，但是呢，因无安尼做，所以这个事事顺利，这个伫生命记第10章、第7章，拢讲，就是互因得到幸福啊，得到幸福的人生，就是毋通离开上帝的话，所以24、25、26，因安尼对迄阵祖先出埃及到今仔日，安尼差不多要800年的时间啦，800年的中间，因拢无将上帝话听完全，拢有即个拜偶像、即个属灵淫乱的问题啊，所以上帝讲，比恁的列祖做搁较歹、搁较歹的事啊。好，过后咱搁来看，上帝爱亚利米所传的信息，就是这篇的讲章，圣殿的讲章，最后对27节读到34节。亚利米，你着将这话拢甲因讲，毋过因袂听，你安怎甲因叫，因嘛袂甲你应。你着甲因讲，恁这民族毋听从上主，恁的上帝的话，毋肯受教时，恁中间无阁有真实，恁的喙连一句诚实可靠的话都无。耶路撒冷啊，着剃光头，甲头毛迄角。就伫树仔错了了的山顶唱哀歌，上主已经将了伊受气的世代放杀啦。犹大的人民做我看做邪恶的事，伫敬拜我的圣殿，采可恶的偶像，甲这个殿拍拉山。上主安尼讲，因伫天伦主山谷去都会得的山头坛，烧因的囝儿献做祭，我毋捌命令因做即款代志，连想都毋捌想过。恁着知，是日一下到，迄个所在袂阁叫做天伦主山谷，也是都会得，要叫做屠杀的山谷，因为别位无够所在埋葬死人，因为伫都会得待生死。上主安尼宣告。即个人民的尸体会成做空中的飞鸟，甲地上的野兽会食物，无人来甲因赶走。迄时，我要互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完全无欢喜快乐的声，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因为即个地要变做风波。伫上帝爱亚利米继续去传讲，但是上帝嘛甲亚利米先甲伊讲。你讲，因嘛袂听，甲因叫，因嘛袂甲你应。如果咱是亚利米，安尼上帝，我阁有需要讲无？既然讲拢无效，安尼到底为虾米要讲？当然爱讲，因为亚利米有讲，代表上帝有做到，有提醒、尽提醒的责任。咱咧传福音嘛是安尼，咱咧引带人信主嘛是安尼，咱甲人传福音。伊无拄会相信，但是咱爱尽咱的部分，上帝会来做伊所要做迄个部分啦。亚利米，伊上帝爱亚利米讲，因无听，但是你犹原爱讲，所以遮讲到耶路撒冷，的即个哀歌，就是爱剃头门，就是爱唱悲哀的歌，然后因为因着知影爱剃头流目屎因爱去外族人掠去所以咱看到但以理第一批受掠的时阵，伊伫外国加在伊要有上帝会当伫遐有上帝甲伊同在，
但是无拄拄每一个人拢亲像陈以礼，也是陈以礼三个朋友遐尔好运哦。去到迄个所在，只要做奴才，去到迄个所在，就是伫外国寄人篱下，过遮悲哀的生活。因伫诗篇唱讲，阮是想着耶路撒冷，目屎就流落来啊！迄个艰苦，即马上帝拢已经提早甲因讲啊，总是因弃杀上帝，上帝就弃杀因。甚至因两届两个王，就是希西家王的老爸，甲希西家王的后生。这两个王呢，拢是以色列犹大中间上歹的王啊，拢将家己的囝婴啊，摕去做祭烧互遮的神明啊，新任子古陀斐特伫迄个地狱的所在、悲哀的所在，为着要去满足伊家己心内底想要爱，然后就去求其他神明。但是这种代志，上帝就毋捌讲过，上帝连讲伊连想着毋捌想过。太有人将这个代志来做到呢，总是施入一个到上帝要互这个这个新任之谷叫做屠杀的地方就是屠杀谷这个所在是要审判的所在。大审判，上帝要将这个无照义的话，拢是共款甲因烧伫这个所在，关伫这个所在。待伫即个所在，甚至互伊永远伫即个所在无有性命。即个人民的尸体，因过去安怎样伫即个日头月亮的下面拜即个神明，即马呢，因就是要伫迄个所在暴露出来，连埋都没有埋就是互即个鸟啊，即个走兽来食去。即个所在变做是悲哀所在，袂国有欢喜快乐、欢宴喜庆的声音变做是永远的风波继续，咱最后看第8章的1到30，这是耶利米讲道的结束。上主讲到迄时，人要将犹大的诸王、官员、祭司、先知以及以色列子民的骨头，对王里提出来，迄伫日头、月亮、星星的下面。这个天体是遐个人生前介意服侍军队卜卦拜拜的，遐个骨头无人会甲因摕去抬，会伫涂骹成做肥料。这个邪恶的民族剩落来人，伫我甲因流放去的国家，无想要搁活落去，宁可死。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好，等下，所以最后结束就是讲。到迄个时，审判来到，狩猎的时阵，因遮个对王、官员、祭司、先知，甚至到子民就是安尼5种的人，其实就是包括全国这个大大小小呢，伊个骨头，已经死的嘛，爱去用摕出来遐伫日头、月亮、星星的下面，因过去拢拜遮的神明，逐项拢摕来拜。但是这个神明最后呢，嘛是无法度对因无法互因得到安息，所以因只好变做是尘归尘，土归土因是永远成做这个荒废的这个粪土变做地面上的肥料。这个邪恶民族所存落来的人。上帝嘛，互因收掠去到伫外国，就是收掠去到伫巴比伦，就是伫要到用眼镜，这个最旺的时就已经来到因伫外族的所在呢，宁可死，嘛无法度搁活落去所以迄个但以理真正是已经足落去的，但是因为伊是甲上帝有正确的关系，但是大多数大街小巷在圣殿，对第1章一直来到第7，今嘛来到第8章。咱看到这个人呢，耶利米传讲信息的人，拢无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头一个就是讲，这个圣殿，今日咱读的这段，圣殿是爱摕来祈祷的，这称为我名下，因为所罗门就是把圣殿，以上要紧的，变摕来是祈祷。代表是将圣殿变做是一个敬拜的所在，所罗门阁将圣殿变做是一个祈祷的所在，上帝就要睁眼看，侧耳听。但是因伫圣殿呢，煞无祈祷，拢去甲外口的神明来祈祷，所以背逆上帝，因的信心煞无行为，信心呢煞伫别个神明的心中，拢去甲别个神明来求，无求上帝，所以今日16节，上帝就爱耶利米做更较凶的代志，
根本这人无有伊啊，免插伊啊，无需要去替因祈祷。所以第7章讲一解，11章讲第2解，14章讲第3解，3摆上帝爱亚利米，唔通去为这人祈祷，因为上帝讲的话伫对出埃及记到申命记23章讲的代志，这应该做的代志就是听上帝话，好好明白上帝的心意，因煞做无到，所以上帝讲。你爱去讲，但是讲因袂听，袂甲你应，但是原来爱讲，证明因真正是无听上帝话。今日咱听了上帝话，咱看到上帝心意，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因为上帝话，知影安怎样互上帝更较欢喜，知影安怎样来到圣殿时阵，毋是只有来献祭，来圣殿时阵嘛是来祈祷，来圣殿时阵是来维持建立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咱今日分享到这。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你，互阮今日犹原拢有教会，就是圣殿。总是上帝，你讲，阮的身躯就是信心的殿，阮无应该互信心来忧闷担忧，阮应该对阮的心来，对阮的心神，就爱来归互上帝，归互耶和华，互阮会当有正确的信心，也互阮来教会的侍奉的时阵。毋是将这其他代志来取代上帝，互上帝永远做阮的王，做阮的主，来掌管阮的一生，也掌管阮一切的阮的性命，拢会当合伫主的心意，就互阮伫今日主日的敬拜，服侍一切拢会当来因跟上帝利益进人，也互阮继续为着未明白主的兄弟身躯边的人来代祷，也互因会当早一日来听见上帝你的声音。安尼献就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立主长老，多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